防部15公布，中国又有24架军机甲6只军舰出现伫咱台海，国军都有严密咧掌握应对。不过，即马国军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，国防部表示讲，已经有向行政院提出勤务加级的调整方案。另外，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去主持国军的重要军阶干部授勋授阶典礼。陆军的副司令卢坤修升任陆军司令，原来现任的陆军司令曾树明是调做国防部的军备副部长。台海情势紧张，国防部15发布，正式共机24架次，其中飞过海峡中线阵地北部、西南甲东部空袭21架次，加上共舰6只出现台海。另外，美军军文网站公布中共亲像当咧建造新型的特种电力补船，搭载会当延伸120公尺的路桥，运送战车车辆登陆台湾。国军表示，本岛外岛拢完成阻绝设施，形成多战的防护，也会继续检索共军的动态。中共现在目前新型的这个特殊驳船的部分，相关的情资，本部均有掌握，那也列入我未来这个相关的情收的重点。那针对它未来可能的能力跟运用的方式，我们会予以研析，并采取适当的应处。针对纳贝有意配国防预算，民众党呛声要删除军事设备预算3%，国民党团是确定冻结占南国造18亿预算。团主国防部长顾立雄点头认可，国军严正补贴。顾部长认可潜舰预算冻结18亿元的相关共识的一个内容，并非事实。国防部立场始终未曾改变，即为争取预算全数通过。另外，国军人才流失的严重，那是志愿役人数是7年来新低，当然赔钱退伍的军事官人数，短4年来增加4倍。要安怎来改善困境？国防部正是已经向行政院提出勤务加级调整方案。亲自为鉴定将领甲奖称，总统赖清德15亲自主持国军重要高阶干部授勋授阶典礼，包括陆军副司令李坤修升任陆军司令，现任陆军司令曾树明调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。钟树明上将在担任陆军司令期间，致力于陆军建军规划。从部队演训到后勤准备，都能够以前瞻的眼光、宏观的视野带领部队持续精进。另外，现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徐延甫介任退伍，老总统肯定徐延甫40多年军中的生涯，推动军备升级、兵役制度改革，强化台美军事交流，颁发一定保证勋章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